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11月20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赶紧来关心野球。世界12强棒球赛，台湾队拍入前4强。昨昏呢，已经坐飞机去日本东京。第2日明仔就要开始4场战。第1场咱来对委内瑞拉，台湾队长陈吉宪讲，大家会真打拼，为台湾摕到好成绩。参加世界12强棒球赛4强决赛，中华队19出发去东京，所有人拢穿西装。即到同机场，等正久的球迷就大声喊加油，学录因穿西装正缘投。队长陈吉宪提出伊的机票，讲希望去东京的球迷，甲东京巨蛋当作台北巨蛋的主场，为中华队加油。所有选手拢会正努力，摕到上好的成绩。我们拿到机票很开心啊！我们的努力得到的收获就是进复赛的。我们今天能够穿得很帅，然后穿着西装，然后很光荣的、很骄傲的坐飞机去东京。我们会很努力，100%的为台湾拿下好的成绩。机场公司出动2台消防车，伫停机坪的航机向后壁塞的时阵，替选手的航班喷水，执行水门礼，祝福比赛会当顺利圆满。伫日让21年了，搁再晋级全世界成棒顶级比赛的4强赛。自2月开始，中华队甲委内瑞拉、美国抑个日本要拍超级双冠赛，抢拍冠军赛机会。委内瑞拉怎么伫咧中职拍机会？统一赛王牌投手圣骑士、富邦悍将的富兰哥加罗哥，这边拢有伫咧委内瑞拉队内面，爱特别注意。如果真的是圣骑士的话，或不管后面你包括罗哥、包括弗兰哥上来，你就当成是好像职棒的那种对战，我碰过的人这样的方式在打就好了。中华队复赛3场比赛拢是客场，前2天也拢摆伫咧中投控球。若是对方派较了解中职的样投，中华队才有更加悬的掌握度。台湾选手伫咧19日到4点外来到日本东京，暗时到东京巨蛋饭店。球员伫大厅等待的时阵，要求迷来要求签名加做伙翕相。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台北市新兴河滨天桥，对昨昏半暝开始封桥，要准备要拆，也毋过希望天桥会当留落来的保护团体伫桥骹组织，要主动拆桥。台北市政府是表示，因为安全的考虑要拆除，未来呢，嘛会伫附近设解说牌仔来介绍天桥，甲天桥的历史，也有在地感情的基地，拢保存落来。天桥不要拆！天桥不要拆！随着天桥行，夜排加牛布条抗议，唔甘42年的台北新兴和平天桥就要拆，呼叫团体19汉伫咧桥骹，呼吁市府卖拆。市长蒋万安也唔通变做文化杀手。时至今日呢，我们还是觉得非常的遗憾，就是蒋市府说好的加强沟通这件事情，居民到现在还没有等到。台北市文化局第19公告，新兴和平天桥无文化资产记录的占列，自19到30封桥，并且用暗时11点到计灯工6点车较少的时阵施工，伫大型拆除机构建资料，呼叫团体真不满，恭贺政府督救。那他从我们开始真正知道他要拆桥，然后我们很愿意跟他沟通，到现在短其实不到2个礼拜。拆除工程正式开始，也过呼叫团体讲，施工现场无安全围篱、无安全带，真侪项目拢违反职安法。施工处也无人伫咧现场监工，会提出检举。也无要支持拆桥的民众到现场，因讲天桥若是拆掉，骑脚踏车会较安全。在有时候桥墩视线的阻挡下，就是它可能会压缩到一点点自行车跟行人的空间。我虽然感谢之后天桥，然后常经过之后天桥，但是我是支持拆除的一方。台北市交通局讲，因为天桥使用年限已经超过，再加上有耐进度的问题，因为安全的考虑就系拆掉。11个时阵，把几路边开说明会，加各界加强沟通，以后路口会重新定位正确，以人为本的道路环境。包括了交通局长也曾经到现场跟民团来做过说明。那新工处的施工说明会也曾经来跟民众做说明跟沟通。台北市工务局讲，会伫咧大安森林公园入口的所在采解说牌，介绍新兴和平天桥的历史，加情感的记忆拢保存落来。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北分署的员工，这个月初4死伫办公室。
网络顶悬就开始有人讲，这个公务员是受到主管霸凌。劳动部有启动调查，劳动部长昨昏开记者会公布调查结果，是认为讲伊行底路和霸凌并无直接的关系。也毋过这个过往的员工，伊的工作量实在是真大，压力嘛真大。也若分署长、主管的管理方式，也各位情绪管理拢有问题，所以会甲伊调离开遮，而且嘛会摕掉伊主管的职务。致上我们最深的敬意与歉意。劳动部长侯培山甲政务处长柯传成向社会大众回示咧，本来因为保障劳工权益，劳动部所传出下卡劳动力发展署北分署一职员疑似受中国集团霸凌，10月彻底办公室行底路，即马公布调查结果。他长期面临工作的压力，亲身往前的10天，发现他非常早到办公室，有时候甚至5点多就到办公室。然后很晚，9点10点才离开，就被赋予各种的资讯的任务。调查小组用无写名方式对分署全体人发问卷调查，不过长期超时工作量伤过大是事实。分署长向伊用的管理方式，情绪控管被认为开始不当，工作会主管级。署长的他会有咆哮、侮辱、贬低同仁的这些行为，让同仁精神压力非常的大，甚至也有同仁因为这样子。自己去看心理咨商医生。家属表示希望低调处理，不过国民党质疑2月份就传出劳法署员工定情，到底是不是这案对案？这位分署长谢宜荣被外界形容为因为他的靠山很硬，这个位土皇帝上任1年半，但是呢已经有81人离职，这个分署事实上全部在102人。前部长柯明春伫面写迄时阵，无伫第一时间知影情形，表达失礼甲遗憾。北分署当前是透过新北市议员黄淑君转达成为社分署长，只是调离现职。不过也烦恼等代志淡化了后，会阁启用。他再来的职务绝对不会再滥用职权，因为他没有权利了，他会变成幕僚。对劳法署长期正式编制人力无够问题，公务员业务量暴增。侯培山表示，会向行政院争取权益，尤其是资深人力。记者综合报道。因若针对劳动部工课场传出哪亲像有霸凌，公部门基层团体冒发出联合声明，讲这款代志毋是孤一例，是大官府体制之下潜在有的现象。嘛批评政府的调查是纠员兼裁判，呼吁公务员爱比照劳工同款，全面适用职安法。公务人员被排除在那个职业安全卫生法之外，所以才会让劳动部有恃无恐，可以拖这么久才进行调查。所以我们同时也主张，劳动部应该变更函释，将公务人员重新纳入职业安全卫生法。公部门基层团体发出联合声明，针对公部门一直发生霸凌的事件表达遗憾，嘛讲公务员会自杀，这款代志才发生，拢是因为公部门的工课场内底霸凌是真普遍的现象，嘛是因为机关文化充满威权，欠缺对等的协商机制，所以伊嘛呼吁劳动部爱强化实质的救济管道，而且嘛爱开放予公务员会当使用职安法。再来，咱来关心天气。但以风台伫要减弱做热带性低气压吧，也毋过呢，即马因为东北季风加强，也佮加上华南水气有入来，所以各地头今仔日云拢较高，而且伫食方面会继续落雨。咱来看云图。今仔日北台湾继续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会继续落雨。中部以北、东半部、澎湖、金门、马祖拢有第一站阵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宜兰是有局部大雨。因若南部的山区嘛，今日可能有18雨，各地落雨机会拢真悬，所以乡亲有要出门爱记哩早好满雨伞。另外，气象署嘛有针对屏东、台东、澎湖发布强风特报，当地乡亲就要小心。来看恒春半岛这2天出现正强的落山风，有11级至12级，差不多是中度风台强度。路边的奥多麦嘛，互风扇倒去。佮有老树，这2届风台拢无代志，结果这届互落山风扇甲倒去。是讲的有啊。强风一直受这边指引高雄恒春方向的路牌，机座已经歪起。工作人员讲，原本落雨生成了后，佮互落山风咧吹，才会这么严重。
恒春半岛这2天出现真强的落山风，路顶的盆栽、树木吹甲东倒西歪，风位门旁撞入来，厝的脚点嘛互吹甲咧震动，行路宽道游客嘛感受到落山风的威力，险啊合人拢互吹走。民众讲风势比前年的风台更较强。我从来没有遇过这么大的落山风呢，好恐怖哦！你哪里下来的？我从屏东过来的。因为昨天我才知道什么叫落山风，原来比台风还可怕。那个风吹得我的，因为我体重也没有很重所以差点被飞走。恒春气象站表示，受到万宜风台外围云系，还有东北季风的影响，连续2天测到上大的阵风有11到12级，几乎是轻台到中台等级的风速。只要北方有吹起东北季风，有高压系统存在，那南方又有低压扰动，这种南北的气压记录力够大的话，其实在恒春都会造成比较强的落山风。18号暗时，垦丁大街路上嘛，吹甲非常明显的摇，嘛有电力设备互吹落。恒春半岛特有的落山风，嘛互当地一度停电。记者王刘婷、柯正准屏东报道。来关心疾管署有公布今年流感的统计，今年10月份到今流感重症已经有219例，死亡的有34例。这2个数字拢是10年来同期的新高。也若顶礼拜新增加8个死亡的案例。另外，伫家人是传出有一个50多岁查甫人，伊做流感预防针、新冠预防针2种疫苗了后，心加痛，同天的暗时就伫病院过往。目前疾管署正在调查伊死亡的原因。流感继续发挥，疾管署公布，今年10月流感并发重症有219例，其中死亡34例，双双各创10年同期新高，而且死亡病例拢无做流感疫苗。特别注意的是，顶礼拜增加8例流感死亡病例，上少年个案是北部40多岁女性，本身有慢性病史，发病了后连续教授1礼拜开始发烧，一喘送医的时阵已经呼吸衰竭，当时伫急诊插管抢救，医院救无倒来。在急诊就医的时候，已经血氧低下然后呼吸衰竭。虽然经过紧急插管以及给予抗病毒药物的治疗，但是症状还是持续的恶化，那是在当天就过世了。另外，基隆市传出一个50多岁男性17中昼去卫生所做流感甲新冠疫苗，转去1点钟了后，感觉心脏加痛，下晡3点到病院挂急诊，想不到当暗伫病院死亡。家属质疑甲做疫苗有关系，经报警请检察官上检。疾管署表示，还未收到做疫苗不良事件通报，那家属申请做预防针受害救济，一定专业协助。接种疫苗后1个小时发生心绞痛来讲，一般这个并不是就是我们认定的，就是跟疫苗直接有相关的一些可能的副作用。不过如果说有按照这个基隆当地的这个回报说，可能会讨论是不是进行解剖，比较可以厘清。根据疾管署统计，今年10月，当时做流感甲新冠疫苗，死亡通报个案有一例是40多岁基国男性居民，本身有心律不正的病史。做疫苗第5天，被发现无生命现象，通报做预防针了后不良事件，由卫生局照定时对家属进行追踪关怀，无申请做预防针受害救济。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咱同齐来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国军现有的兵力编制和现实的比例，逐年拢在降低。国防部即马是正式讲，对明年1月份开始要开放5年来，因为无适应退伍，也是退伍这一年的士官兵会当个入营。也毋过基层即马提醒讲，部分无适应的兵会离开营区，这拢是因为可能有问题才退伍的。所以新早应该爱较严格，才袂造成部队的困扰。来看《联合报》，招警化即马已经是国安危机，也毋过需要防安治的绩效比例，却是逐年拢在升悬。亲像对2019年的1/1031，去年是已经是1/1.35，计共即马有4590个囡仔防安治。因为大部分这囡仔拢是受家庭暴力，无就是父母无能力照顾。来看《自由时报》，小苏最近审查通过第1款失智症治疗的药啊，临床试验18个月，发现讲每2礼拜注射1剂就当降慢退化。适用伫轻度的认知障碍，也是轻度失智的阿兹海默症的患者。也毋过使用上也是有副作用，所以就要设置，而且计小无俗。当年自费差不多要70万。台中的山路向上路6段有一段正长的路架，
昨在10点左右，一架拖拉机可能是档啊出问题，先去弄到分隔岛，出去对向车道，去弄到5架车，造成4个人受伤。大货车规台并倒伫路面，在沙石嘛散甲规涂骹，区间测速的门架啊，轰弄登去，搁下着另外5台车，造成4个人受伤。告诉讲到迄当阵的状况，搁真惊吓。他自己转到安全岛上面去了啊，他就这样直接拉下来。我只是感觉左边有一台货车整个喷出去。肇事的大货车伫19早起10点左右，经过台中市的沙鹿，向上路6段道行的路段，毋知什么原因，家己弄甲并车。肇事的驾驶无啉酒，原因搁要厘清。疑似刹车失灵，车辆往内线自撞中央分隔岛及区间测速门架。但这个路段上近的一个车祸就发生伫11月13，4车的连环车祸造成2个人受伤，即马搁发生重大事故。区间测速到底敢有路用，又搁来引起讨论。用是有用啦，大家知道都会减慢啦。没有用，为什么？那速度一样没有变啊。它可能有的可能是刹车的问题吧。向上路6段因为定发生车头弄车尾的车祸，2022年1月启用区间测速，期间有停用，搁伫2022年2月16停启用。警方讲区间测速确实有互这个路段的车祸较减。今年到10月为止有12件的交通事故，含去年比是减7件。就是说这个下坡太陡且太长，有载重的大型车的时候，这个就会是一个相当大的负担。它这条路是先天上它的环境条件就已经很严苛，就是说设置这个执法器材也未必就能够去解决这个比较工程面的问题。不过，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认讲，这段路设计行伤过长，加上车路两边都已经开发啦，伊摕这边来改善相对困难。建议除了设大型车的专用道，分流管理受限，另外对大型车档啊要求嘛要较悬，才会当降低肇事的几率。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有一个查某高中生是骑电动自转车，这款脚踏车伫一大路口，脚踏车去互一只要挖的客运去弄着。加在这个学生囡仔只有轻伤，毋过车是互交甲歹去。警方即马就呼吁驾驶，若是要正挖的时，车就爱驶到上外口的车道，而且速度爱放慢。对监视画面内底，当看到伫咧台南市河围路口有真侪台车拢按照道路的指标慢慢啊正挖。毋过即个时阵，雄雄有一台客运驶正紧，直接对来车道要正挖，结果去弄到正手边一个骑电动自转车的查某学生。好在即个学生意识清楚，干那吹着伤尔尔。撞击的声音吧，做一个风声。阮有甲伊看着，就是迄种核心的啦，核心的弄着应该是。内车道不能右转，你一定要切到外车道才能右转。内线右转，然后外线左转。他目前的科技执法就是要抓这些。当地民众表示，这个路仔口较矮，定定发生车祸，进前就已经有装科技执法，是重点处理的所在。因为这个查某学生骑电动自转车去互客运弄掉了后，拖咧行够歹去，强被散行。警方初步调查，这个驶客运姓翁的查甫人，虽然97-0，不过无遵守规定来驶车，才会引发车祸。客运驾驶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将处以600至1808万。详细事故责任由本分局调查厘清中。车祸的肇事呢，已交由相关单位来做鉴定。本公司呢会另外派员来探视呢，慰问当事者。本公司也会加强宣导驾驶呢，行车更注意路况。警方呼吁驾驶伫咧较侪车道的所在要正挖的时阵，应该先驶去外车道，放慢速度，注意路仔口的人甲车，才会当避免事故发生。记者综合报道。1月17日是伫台北有公车烧弄，造成过路人死亡。即马有民众在质疑讲出车祸的公车驾驶才23岁，敢是经验无够。上北的公车工会才客运业者最近就在讨论，敢要成立公车学院，希望若是学院有成立了后，会当请资深的驾驶来分享驶市区公车的内角，提升这菜鸟驾驶的应变能力。
17日时，有一个过路人和客运公车撞到，加入去车卡不幸死亡，引起大众的讨论。这个肇事的驾驶是台油客运的司机，已经少年，敢若23岁，也互外界质疑驾驶的经验无够。针对外界质疑，业者回应表示，会使公车确实需要经验，敢若有职业大客车的驾照是无够的。新手驾驶的培训，目前确实较欠缺资深的驾驶来驾驶市区公车的美角。一个法规嘛，法规当然就是一些规定什么的嘛，再来就是经验传承嘛，传承的话，基本上就是影片的一个教育嘛。你可能会在载客期间会碰到哪一些乘客，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置，该怎么服务乘客。最近上北的公车业者都有讨论，未来是毋是会使有公车学院，希望透过课程请资深驾驶员来分享经验。客运业者也拢真赞成，希望透过经验传承来降低车祸的比例。另外，也希望予驾驶较完整的资源学习训练。公运处表示，加支持公车工会的想法。公车工会要成立公车学院这一个制度，我们非常的赞成。希望驾驶长在入职之前，或者是在职当中，那另外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专案辅导，这些个案都能够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培训计划，能够整体性的来提升各个公车业者的驾驶长的一个服务品质，还有他的行车安全的一个训练。另外，客运业者也讲，若是会当增加道路驾驶的训练时数，让新手驾驶较侪时间熟悉公车的操作，提升伫路面的应变能力，会使减少驾驶紧张的情形，来避免意外发生。客运业者也希望公车学院若是成立，会当让新手驾驶的训练更较全面，有好的就业环境，也通让少年人愿意踏入公车业。记者张家琪、林玉凯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乌克兰19日时头届是用美国提供予因的地定战术飞弹，摕来攻击洛西亚。这个时间呢，拄啊好是这场战争第1000天。这届攻击有拍到洛西亚境内一大设施，无传出伤亡。不过普丁已经对美国提出警告。乌克兰伫个战争的第1000天，第一遍使用美国提供的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ATACMS。虽然乌克兰无公开说明使用什么款武器，不过政府消息人士甲一位美国官员证实，就是用 ATACMS。俄罗斯讲，俄军甲射向布扬斯克军事设施6粒飞弹内面，其中5粒射落，有一粒飞弹的碎片去攻着设施，引起大火，不过已经拍花。乌克兰讲，这边攻击射到俄国境内差不多110公里的一个军火库，引起2变爆炸。有一位美国官员讲，俄罗斯甲乌克兰发射的8粒飞弹内面，其中2粒炸落。这边攻击的目标是弹药补给点。Especially this day, they presented nuclear weapon strategy. Why? They didn't present peace strategy. 伫即间俄罗斯总统普廷签署法令，扩大莫斯科使用核武的理由。这么人伫咧巴西参加 G20 峰会俄国外长，叫美国就要把这项法令的内容看好清楚。We will be taking this as a qualitatively new phase of the Western war against Russia. And we'll react accordingly. Конечно, сигнал о том, что они хотят эскалацию. Без американцев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эти ракеты высокотехнологичные, Путин об этом многократно говорил, невозможно. 任期就要改版的美国总统拜登，这礼拜批准乌克兰使用 ATACMS。在过去，莫斯科一直警告西方国家，若是和乌克兰使用美国制造的武器，将会看作是战争升级，等于是华府直接参加俄冲突。乌克兰即马1/5的领土伫咧莫斯科的手内，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将会重新返来白宫，互人正怀疑到时这项支持是毋是当继续。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继续公布伊政府官的提名人，其中引起外界注意的是捌做过移民局长的霍曼。另外，川普即马嘛对外证实讲，伊要甲2019年伊捌讲过动用国家执法的人力，甲非法的移民赶走的这个计划，伊要甲这个计划提交国会，国会通过了后，伊就要实施。
针对这2年来美国两大政党争论未衰非法移民的问题，共和党伫当时提参众两院倒数了后，川普进前公开宣布要宣告全国紧急状态，各动用移民局等联邦执法单位配合各州警方大规模处理非法移民，各州员赶出境，必要时阵也动用联邦军队，包含伫陆地协助执法单位，加为海上防止偷渡器等等。NBC 新闻网的报道指出，先赶走对象包含非法入境的中国籍110人。事实上，川普伫顶一摆总统任期内底，都将这项计划列为重点。My plan expedites relief for legitimate asylum seekers by screening out the meritless claims. If you have a proper claim, you will quickly be admitted. If you don't, you will promptly be returned home. And if for some reason, possibly political, we can't get the Democrats to approve this merit-based high security plan, then we will get it approve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when we take back the House, keep the Senate, and of course, hold the presidency. 我伫川普顶届总统任期代理移民局局长的霍曼伫非法移民问题顶悬，甲川普共款是做鹰派，也是川普重回白宫了后，被提名负责边境安全的最高指挥官竞选。另外一个得到川普介意的是前任威斯康辛州众议员达菲。伊被提名做运输部长，达菲为2010年到2018年连任各界众议员。卸任了后，转去电视圈发展，主持福斯电视台的财经节目。达菲对川普严管非法移民的政策是正赞成，也伫众议投票支持相关的立法。伊是为国防部长被提名前赫格塞斯了后，搁一个可能入阁的福斯新闻网的主持人。公司新闻7家人朋友。因伫美国纽约市的曼哈顿地区8月发生乱杀人的事件，一个51岁查甫人唔知影什么款原因，拿刀啊攻击无辜的民众，有造成3个人死亡。凶手是有前科的家友，目前已经被警方抓到。曼哈顿东河边的犯案现场有封锁线，警方无用翕相存证。纽约18发生连续随机杀人的案件，一个51岁的嫌犯伫2点半钟内连续攻击3个无辜民众。头一个受害者是36岁的建筑工人，伊当时徛伫西19街挖近哈德逊河的一个工地，无缘奇妙叫嫌犯拿刀毒死。2点钟后，凶嫌行去东30街附近，佮杀死一个伫东河边钓鱼68岁查甫人。30分钟后，伫联合国总部边还有第3个人受害。Our third victim is described as a female black, 36 years old. She is stabbed multiple times throughout her body. She is brought to Cornell Medical Center, where she is currently in critical condition. 当时，一个计程车司机拄好看到发生第3件事件，随甲警方报案。凶嫌随去互人逮捕，搁伫个身躯敲出2支墨灰的菜刀。He is a male Hispanic, 51 years old. He appears to be undomiciled. He has 8 prior arrests, last being for a grand larceny, October of this year. 警方指出，这个嫌犯是家友，有真侪届切刀互人逮捕的记录。几个月前捌互人定罪判刑，按过是安怎？伊还佫会当伫街头杀人，目的是啥物？也有待后续调查清楚。And there's some real questions that we need to look at on why he was on the street, and he has some severe mental health issues. That should have been examined, and that's what we're looking at as part of the investigation. 纽约市长表示，这件随机杀人的事件凸显司法体系甲心理医疗体系有漏洞，啊，不过嘛，同时显示出治安的警讯。疫情期间，纽约地铁捌真侪届发生随机攻击RA事件。今年以来，暴力案件有增加无减少，为了防范地铁变作治安的压角，纽约州长捌伫今年3月加派1000个国民兵甲州警伫地铁系统巡逻。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国会下边的美中经济甲安全检讨委员会向国会提出年度报告，讲到台湾议题，内底是建议修订武器出口管制法，和台湾甲北约 Plus 成员国共款有共款的军事态度，来简化对台军事案的听书。波罗的海2条海底电缆线17、18是拢断去，其中1条是相接德国和芬兰。
两国拢有共同发表声明，表示怀疑这电缆线是互人挑故意破坏的。嘛讲到欧洲即马当面对恶意行为的复杂性的威胁，强调维护欧洲共同关键基础设施，爱增加安全韧性是嘛是真要紧。严格伫这份声明内底，并无点名讲到底是谁破坏的。来看2019年稻花烧的巴黎圣母院，经过5年的修复了后，后个月就特别对外搁重新开放啊。法国的文化部即马有建议讲，门票敢会当收5块欧元，当年安尼大约就会当摕到7500万欧元，会当摕来维护这个建筑物的本身。也毋过罗马的天主教会是认为讲，游客买门票再当入去教堂是违背教堂的使命。继续，咱来关心香港。这是香港民主派初选案，佮号做香港47人案。这是香港国安法实施了后，防指控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即马判决已经出来啊，45个人内底，上重的有45个人拢互判刑，上重的判10年。一大堆民众聚集伫香港的西九龙法院，等待香港47人案宣判，都是民主派初选案发生伫2020年。一港办国安法上道了后，规模上大的案件，防指控讲，迄当阵办初选的时阵，我协议讲，若民主派会当摕到过半的席次，会无差别来否决预算案，互港府无法度运作。当作47个泛民派人士，防指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落尾是45个人互判刑，刑期4年到10年。其中香港大学法律学院的前副教授戴耀廷，互看作是主谋，嘛是第1级的首要分子，互重判10年。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互的则是积极参与者，判4年8个月。对这种判决结果，香港辩声青年是大骂讲，不管被告敢有认罪，还是纠正，拢无法度来改变判决。香港的司法独立已经乌有去。香港政府的国安法指定法官所指定的，也没有就香港人作为一个陪审团，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一次本来就是一个不公平的一个审讯。那当然，其实看到这个结果，我们其实对我们来说当然是非常的悲痛，而且是一种非常愤怒的一种心情。香港47人案变作香港第1件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方小天讲，有真侪人还未审判确定，就已经互羁押到3年。中国提出国安法，透过大规模的判刑，抬价架构，政治迫害就敢若是港版的228，要阻挡香港的民主运动。学者认为讲，台湾爱会记得香港惨痛的教训，看成中国政权袂当相信。这样的一个香港1国2制，它的政治的破产，让台湾老百姓明显的看到，中共这个政权，它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政权。好，1国2制下，香港50年不变，马照跑，舞照跳。但2020年香港国家安全法实施，23年就完全变了。我们呼吁香港政府应该保障自由人权，停止对民主派人士的政治打压。总统府回应讲，会持续声援香港，透过香港人道援助关怀行动专案来提供支持。嘛谴责中国拍50年未改变的承诺，证明1国2制不可行。刘委会是呼吁港府停止政治打压，把关押的人士放出来。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来讲来，咱来关心在地消息。台北内湖分局警察昨昏伫文湖街买掠诈骗的嫌犯的时，想袂到嫌犯是赛车弄警察，警方是对嫌犯的车辆开11枪，尾也有掠到2个嫌犯。啊，那伫高雄是有人检机，有人车乌白查，警方要去查的时，嫌犯车驶咧做移走，佮甲2个警察是袂负闪红拖几若公尺。啊，毋过伫半点钟后，有掠到嫌犯啊，而且伫因的身躯顶敲出毒品。下车！警方抓前甲白色轿车拢围掉的，毋过驾驶若毋惊，阁想要加速逃走，若冲弄附近社区的围墙，阁想要开车弄警察。白色轿车已经弄甲车头拢歹去，毋过车手也是拒绝停车，警方只好拍车链，连开11枪。19早起，台北市内湖分局的员警顺线前往文湖街查缉诈欺车手，要约交涉假投资诈骗的诈欺车手到现场，结果车手拒绝警方拿查，警方前方危急砸下轿车的车链，有2个员警的脚去互枪支卡弹倒，转来受伤。其中1名控车手驾车逃逸，员警立刻驱车拘捕。那在过程中，员警连发11枪，将犯嫌
拦停下来，并顺利逮捕。同款惊险的拿查过程嘛，发生伫高雄新兴区。19早起，警方伫六合二路拘捕有车违停，两个员警就去处理。驾驶除了拒绝落车，搁加速逃走。过程两个员警说服拖几落公尺，较搁好亲像互车顶交过。新兴分局马上成立专案小组，较无半点钟，伫一栋大楼的顶仔骹顺利查到4控的嫌犯，搁伫个身躯查出海洛因的毒品。巡逻员警请其下车接受盘查，不料驾驶恐难，拒检逃逸，过程中造成2名员警跌倒擦挫伤。意识清楚，无大碍。4控嫌犯，互人逮捕了后，依照妨害公务也甲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甲伊移送侦办。好甲这2个员警，敢若手甲骹切着伤，送医检查了后无要紧。记者综合报道。警察抓歹人，真伟大嘛，真辛苦。不过警察内底嘛有不输鬼，这是台北市有分局少年线是传出伫派出所的查某便所内底偷盗偷翕的摄影机，而且嫌犯拢是警察。台北市警察局长就已经要求讲，伫早暗10点进前，所有台北市派出所内底便所拢要完成反偷翕的检测。用类比式的侦测设备去做讯号的类比讯号的。手提侦测器，把便所的门撒开，内底外口拢详细检查，都惊内底有藏微型的摄影机。警方雄雄大动作做检测，是因为警方搁逼出买台。台北市的2间派出所，伫短短1天内，拢发现当地查某便所有偷翕的事件，而且涉案的人竟然是保护百姓的警察。警察局啊，出现偷拍不是就很奇怪的事吗？就会捂住脸嘛，然后就看能不能先逃离。我现在都不太会在公共场合上课，我觉得会害怕一些问题。就连警察局的便所嘛变甲真危险。毋但警察家己去便所无安全，就连去报案借便所的民众，嘛想袂到讲伫公家机关便所性温书会有风险。即马这个代志逼出来，台北市警察局长李世豪下令，要求下底各单位19暗时10点进前，都要完成微型摄影机的检测。各单位都在侦测中，目前还不晓得，要看各单位侦测的进度。虽然警方过去嘛有做检测，毋过拢是无定期咧进行。都可能会互有心人士受康受胖，未来建议改用定期检测。微型的摄影机因为真细台，种类阁袂少，要防范是不哩困难。警方嘛讲，民众甲警察来比，因为欠缺检测的设备，凭家己的力量，若要找到微型的摄影机，事务上嘛无简单。出门去便所若有疑虑，建议会当甲粪扫人，抑阁有吸马桶的等等，可能会藏微型摄影机的物件刷位。毋过，这种自保的方式，哪像相对较被动。记者综合报道。即马伫网络顶悬有中国的影片，这影片内底是咧卖生果的豆腐，做起来就亲像咱豆子共款。最近台湾的面册顶悬嘛有一寡平台有咧卖，卫福部即马是呼吁民众千万毋通买即寡来路不明的食品，而且嘛会请地方的卫生局进行稽查。一个中国的直播主进前传家己卖险的中国豆乳的影片，互这种洗碗白毛的中国豆乳，随变做网络顶悬真热销的食品。无想到最近有民众发现讲，伫台湾真侪面册社团，甚至是黑皮这的电商平台，嘛拢看到这种广告，佮讲是抖音的美食。毋过，动物科的医师警告讲，这种生的食品大多数拢是高钠的食物，若是增加高血压、心血管这种病风险，而且伫咧产品的内容物的标示拢无清楚，恐惊是有食安的疑虑。霉豆腐它是一种发酵的加工食品，然后发酵的过程当中，就是业者一定要掌握得很好。那如果掌握不好的话，担心会有一些微生物、一些毒素的污染，吃了后就担心会有健康上的疑虑。卫福部处长林正义表示讲，这种食品恐惊是三无食品，就是无生产日期、无生产店家，嘛无生产地址的食品。这都含进前中国真强的抖音四手啊大罐头同款。即马当演技要比较大罐头，联合地方卫生局到夜市啊卖场、杂货店这所在来加强稽查。如果我们有发现它进到台湾的现象，我们就会提醒地方卫生局。好像之前辣平糖的事情，我们就地方卫生局就有到夜市等等地方去稽查。卫福部强调讲，中国豆乳看起来和国内的豆乳是真相同，但是规个源头到食品安全过程拢无人知，呼吁民众千万莫买来路不明的食品。若有业者违法的卖无经过查验的食品，会以违反食安法罚3万到300万。记者综合报道。
另外消息来关心，咱台湾地当祭风太祭，内政部就提出防灾事备份的认证制度，甲民众急救避难救援才相关的知识。中华关的防灾协会今年因家己总钱举办课程，让民众来参加，希望会当提升咱台湾防灾事的数量。听老师的指导，学安怎实施 CPR 替受伤的人指挥。教室内底拢是来参加防灾事备份的民众。台湾地动风太济，万不利拄到灾害，应变救灾能力就真重要。92地动，我嘛是受害者。透过这2天的训练，我相信后日后搁拄到同款的地动，我一定会当去现场支援。以前啊，拄着这种情形哦，身骹依旧，因为我拢袂晓的，所以我嘛唔敢去做 CPR。所以即马会晓了后，阮就较有迄把握。内政部2018年开始推出防灾事备份的认证制度，上课教民众急救、避难、救援这相关知识。承办课程的中华关防灾协会表示，为社区一般民众落去备份防灾事，真正发生灾害的时，唔来使救家己，佮会当协助政府防灾。灾害来的时阵啊，有足侪所在可能政府还未到的时阵，一寡人会聚集伫咧遮，阮会希望讲，遮个人会使去做一个安置啊、收容的这个动作。你若是学过这个防灾事的时阵，你会使协助这个政府来做这款代志安尼。统计到今年11月，全台湾拢总有33000多位的防灾师。中华关防灾协会今年家己总钱办课程，让民众免费参加备份，希望增加台湾防灾师的人数，和救灾能力会当拖到每一个市。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镜头来去嘉义的南华大学有邀请泰国23个大学生来咱台湾，和咱台湾的大学生斗阵做研究，因去研究一寡社区的议题，要互两国的学生斗阵来思考增加的生态环境、教育议题，嘛要互学生来认捌无同款的文化。南华大学的学生介绍因甲泰国的大学生做伙伫庄脚打杂的成果，这当中有生态环境的议题，嘛有教育落差的研究。参与计划的学生讲，即个除了增加语言的学习，嘛对庄脚或者是农业的一寡议题有更加深的认捌。为了现在台湾的这个农业做这个项目，那所以我会跟他们介绍说我们的政策有哪些啊，然后我们要怎么申请，像生态农业嘛，我们要怎么去达到那个标准。南华大学表示，甲泰国迄边的大学已经有3档交流的经验。进前因为疫情，敢若会当透过网络。今年头摆邀请3间泰国大学的学生，甲南华的学生做伙入去社区，希望替地方的发展找到新的机会。大人嘛是有需要讲有国际的交流吼，阮嘛了解这个需要吼，所以阮咱社区面对面嘛会看到社区的问题吼，经验会较好吼，所以阮就邀请这个就特别办伫咱大拿遮吼。咱会使吼参考因的去建议，慢慢去改变吼，咱未来不管对这个社区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吼，也是讲吼一寡咱的产品的包装，白拢真美。咱的米也无一定比因较歹食，但因为我都包装甲安尼，我都去设计甲安尼，这咱就会使去做一个无共款的思考。教育部为2015年开办优秀外国青年来台湾的计划，请真侪国外学生来到台湾。南华大学用社区营造的方式，设计农村生态环境甲偏乡教育的研究课程，希望让学生关注地方议题的时阵，嘛会当培养因多元思考的能力。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今仔昨昏，伫台北有一场外国学生的演讲比赛，今年是已经办第51年啊。今年有17个国家、60个外国学生来参加。主办单位嘛表示，未来若是有机会，嘛会办台语的演讲比赛。明月几时有？芭蕉问青天。来自越南的乌是上演讲开场，先吟唱一段有关中秋月娘的诗词。这是2024年外籍学生华语文演讲比赛，选手伫台顶分享家己对台湾景气的认捌，亲像袂当凊彩记月娘，无会互人赶耳啊。
透过比赛，外国学生也互相分享因伫台湾生活的观察。就是在过程收集资料的时候，就更了解台湾的文化。我觉得这个竞技很特别，就在我的国家是没有的。觉得是很好的机会，给外国学生这个进步的机会。我们可以选择很有意思的主题，然后练习我们说的话，因为在学校里面。大部分的时候是写跟读。有参赛选手也分享，透过演讲会当加练习口说，对学华语来讲帮助真大。另外，国父纪念馆馆长也表示，当年比赛拢会经过有关台湾生活、人文风情的议题，亲像今年就是讨论台湾近期的文化甲社群媒体运用等等，希望外籍学生透过演讲来表达家己对台湾的想法。最主要的这个目标呢，就是讲，互外来的这个学生啊，吼，来台湾生活的时阵，会当透过咱这个比赛吼，大家就互相了解，透过这个主题吼，来做一个讨论，互大家拢会当爱上台湾。馆长表示，比赛到当已经举办51档，是国父纪念馆历史上介久的比赛。今年比赛来自17个国家，计共60位外籍学生来参加。主办单位表示，未来也愿意扩大举办台湾台语的演讲比赛，互伫台湾的外国族群做伙学台湾的母语，认捌台湾文化，互相交流。记者张家佳、林玉凯台北报道。新竹有社福团体为独居的阿公阿嬷举办运动会，希望呢因会当行出门交朋友、运动身体，消除孤单的感觉。厝边的摇裤啊，互规身躯拢振动起来，还有布裤啊以及贴背啊，透过简单的动作，互时代零反应。这场运动会是社福团体特别为独居的时代办的，希望鼓励长辈出门甲社会接触。叫人接触安尼先，大家才袂痴呆安尼，才会健康安尼。家己设法想办法要运动，你慢慢身体就慢慢好起来。我感觉这老人足高追的，伊嘛定，我看伊定出来佚佗时，足活力的，足活力的，然后。看起来足健康，会晓食饱哩。社福团体指出，大部分独居的长辈，平常时拢踮厝内，较无咧甲人互动，卖常常出现孤单，甚至是不足的感觉。这摆安排趣味运动会，主要就是希望鼓励因出来外口交朋友。的独居长者啊，平常在家，那也没有人可以交流，我们担心他们的功能会在退化，让长辈可以有机会可以出来运动，那好好的交友，那可以就是减缓就是认知的退化，同时也保持身体健康，然后预防3高的就是疾病。主办单位表示，透过大家互动，那互时代身体勇行，心情较开阔，也希望透过运动。来观察老大人身躯经脉的状况，若有无爽快，卖当进一步做线下的健康管理，达到预防恶化的效果。记者杜文和新竹报道。现代生活者利便，也毋过卖造成粪扫愈来愈多。亲像伫台南市的安南区清洁队，因的回收品是蹲甲拿山共款，即马连粪扫车拢无地停。环保局是回应讲，已经有请厂商伫1个月内甲这回收车走。清洁人员当咧甲回收品做初步的分类，就算因手无停困，嘛是清袂完，因为逐工拢有新的搁车来遮。今仔因为网络发达，真侪人会伫网络顶买物件，甲叫外送，加上有的地区人口增加，连带影响粪扫量。像台南安南区清洁队，即阵互回收品囤甲满，甚至连粪扫车都无所在停。民众认为会使参考外国的做法来调整。国外吧，伊迄个包装防撞的耗材，内底放爆米香，我嘛是感觉真趣味，去减少迄个塑胶的量啦。看是毋是大家因为。你无可能叫大家卖买嘛，大家嘛是爱生存，看是毋是会当为这种方式来改善迄个粪扫的量。买一寡食的囡仔耍的物件，通常伊的是纸盒的
纸壳啊嘛，我拢是会做分类安尼。根据统计，台南清洁队收运的资源回收量，对2012年17800吨，到即阵成长到41000吨。其中回收品上侪就是纸壳啊、玻璃杆啊、甲塑胶品。环保局回应，目前有规划要起一栋资源回收厂，兼会结合高科技的技术来加速分类，通处理100吨的量，按算116年完工。清洁队至民众端回收的自收物相当的多元，那必须由自收物厂商再回去再做分类。那因为目前厂商分类的速度及去化管道不足，导致安南区对自收物的堆置。那目前环保局商请其他相关机关、相关厂商协助，预计在1个月之内完成清除。那怎么样减少垃圾、源头减量、重复使用，还有做好资源回收？各地头拢有粪扫过量的危机，无论是食的、清的、用的，大家人难免拢会产生粪扫。有学者建议爱对源头减量，嘛鼓励大家会使使用环保的器具。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高雄蛤蟆省铁道园区打造全台湾上大豪华的铁纪录博物馆。高雄市政府的文化局有推出一架观光列车，11月30开始的拜六礼拜，会当让游客坐火车踅园区。台糖火车半暝伫高雄车路出现，灯光照到车厢成点点油菜是真享饱。高雄市筹备超过1冬的时间，伫蛤蟆省铁道园区打造全台上大的豪华铁纪录博物馆。目前有29节火车厢翻新了后，放伫临港线的铁纪录顶，呈现高雄市100年铁纪录发展的回忆。这个车站以前就叫做高雄港站，所以它这种产业或者是货运的性格是非常的强烈的，所以我们打造的主题就是一个货物为出发点的概念。这台8年前建设嘉南台准时买的火车，原地停伫后备糖厂。这摆高雄市100年生日，文化局专工向台糖招来展示，现场除了有老火车通看，主办单位嘛，甲一台柴油火车重新征收，成做一台无车顶的观光列车。还有另外3台柴油自强号嘛，改做餐厅，下袂少铁道迷专工来高雄看火车。真感动，因为较早的人真正无简单啊！你看恁这人个电气化有无？较早拢爱烧炭啦，啥物事安尼。8年前的高雄港车头是台湾甲世界连接的起点，透过无共世代的火车展示，希望互民众了解台湾火车路的发展，卖使了解高雄城市100年来的产业转变历史。记者胡家勇高雄采访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美国上大的属价航空公司金星航空，即马是宣布因去申请破产保护。航空公司表示，伫惊破产停驶的期间，旅客若是有买回程机票，同款会当用，若因员工的薪水嘛无受影响。美国上大属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营运状态还未对疫情了后恢复，伫大型的航空公司嘛拢抢在推出正俗的票价，这种竞争之下，精神航空是面对正大经营的压力。而且以来，因估计已经落超过90%，会当看出美国航空业的前景嘛是拢有市场风险。经营属价航空买20档的精神航空，是最近10几年来第一间申请破产的大型航空公司。2022年本地是计划要和星出航空来合并，所以捷纳航空介入破局啊。不过捷纳嘛因为反独占的审查，加上精神航空超过25亿美金正大条债务的压力，在2023年1月宣布和精神航空的并购案破局。精神航空失去公司订租的好机会，无法度去补债务的破口。和最近的持有人达成协议了后，提出申请破产保护，接落来因公司的股票嘛会落市。根据真侪间外国媒体报道，精神航空是得到3.5亿美金的股权投资，而且甲7.95亿美金的债务转换做订租了后公司的股票。最近持有人佫会提供1条3亿美金的贷款，帮助公司来完成订租，按算在明年第1季结束破产的定数。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关心天气，咱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19度，上悬22度；中部的温度上加19度，上悬是26度；南部的温度上加19度，上悬有28度。
北部的温度上加19度，上悬是26度；外岛17度至23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再起9点，咱再会。